大家好，我是马秀。今天要讲这台车是一款瑞虎8自动进阶版，客户呢来自于秋博。之前我有一个客户也是他们老家那边双龙营嘛，然后提车了，然后跑了轿车视频，他也是刷到那条视频之后过来看我们的车子呢。那么这款车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一款活动车型，是可以做到11万包牌落定的。刚好那天他带他的家人一起过来看呢，有一张旧车，同时呢也享受了这个旧车置换补贴，减了5000块，相当于说10万5千块就可以把这辆车带回去了。然后客户的话之前也对比过其他的牌子，无论是它的这个配置好，还是价格、政策各方面，都比得我们这款车的政策好。最后呢，他们是一次进店就成交了，而且是用时不到1个小时，非常的愉快爽快就成交了。在这点的话，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许哥以及嫂子以及朋友们他们几个家人对我们的支持，然后祝我们的许哥、嫂子以及全家家庭幸福。